信心，甲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上家己的灾难，当思想上帝的疼爱，灾难希望你会更勇敢，咱永远安定下在。感谢上帝帮助咱，互咱真多伊的气力，无论伫什么所在。 无论伫什么时阵，咱拢会当为伊来做见证。咱拄着即个环境，一个时阵咱无能力，为什么上帝互遮个代志来发生？总是咱必须要相信，咱的主是天主。 越听越欢喜。咱来休息。为着台湾，
即摆疫情中间，到呾受害较轻，咱献上感谢。咱而且佫为着伫前线，为着咱台湾拍拼遮个医疗人员的安全来祈祷，互因免受病毒的侵袭的侵扰。互咱为着即个代志，咱来做来祈祷，请祝咱感谢。你特别入面台湾，互阮台湾无受到大的伤害。通过政府一直到民间所有人的努力拍拼，互阮台湾会当伫第一波、第二波拢会当得到保全。主啊，真正大大的感谢到你。也特别我为着伫前线遮的医疗护理人员来祈祷，所以特别伫头前一节线咧。固守遮个病人的过程中间，主啊，因是冒着性命危险，主恳求你甲因三个伫底，主啊，你怜悯因，你来帮助因，互因免受遮病毒的侵扰，互因无受到伤害，互因通得到完全保全。主啊，因为你甲因三个伫底，主我相信你也疼因，伊疼台湾，也特别疼因，伫这中间，主感谢到你。祈祷付出耶稣的名求，阿门。
伊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是吧？是讲阮台湾的情报真严重，总是有侪人。这活动因为安尼受到影响，因失去因的工作，失去因的收入，因的经济，因的财务，甚至因的身体、因的心灵拢受伤。主啊，求你甲因治病，求你帮助因，求你祝福因。伫因的生命中间，是讲阮毋知影为虾米会拄着遮多代志，但是主啊，阮也相信你。的确要真做因的愿望，真做因的顶牌，帮助因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台湾的百姓。是你所听的准备做帮助，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对即个疫情中间，对即个痛苦中间来得到盼望。主啊，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祝福每一个人的生命。感谢你，就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恁着学了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学了万神的神，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学了万主的主，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学了迄个独独听大奇妙说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搁一解，恁着学了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学了万神的神，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来学了万主的主，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学了迄个独独听大奇妙说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下面咱为着全世界来祈祷，咱根据上帝伸手亲自。来停止病毒的传播，互咱即个世界重新来恢复美丽甲活力。咱大家开声，为着全世界即个疫情来祈祷。主啊，你上帝啊，你上帝祈祷。主啊，求你怜悯即个世界，求你怜悯咱面对各方做事来得罪你，求你的生命。求你帮助阮，互阮来当对即个计划当中，去消灭。主啊，我来发现做人，伫即个中间来送出奇妙，是因所有的经济的安全。主啊，这是我们做的痛苦。主啊，为你甲每一个世间所有的人，大家对我相信这个你的主名，也会听他们帮助我们。主阮上帝，伊是全人类的主，伊是疼痛阮全人类至悬、至大、至尊的主。阮相信所有的活命，拢是你所授予，一直到所有的微细这病毒，永远拢伫主你的掌管内面。主阮无法度明白你的力量，就总是阮相信，你是阮人类唯一上大的愿望甲我靠，我将全世界即摆病毒的疫情，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神稳定，甲阮三个伫地。啊！即个世间的人类三角地带，
主你帮助，互即个病毒伫这中间来得到止煞。我们相信主你的旨意，你若一伸手，我相信伊就停止。主啊，帮助阮人类，随望阮犯罪做，随望阮落海即个地球。主啊，总是阮知影你听阮，你的慈爱，阮人类永远有记得。你们带领每一个伫这个世间的人类反转，都当甲主的面前，主啊，帮助，搁一摆将阮人类交托你的手中，你的信心，你的稳定，你的祝福伫这中间。感谢，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救赎万福，可贵我的耶和华，终于我面对的主龙啊，拜拜拜，一起跳的主，为你跳的心事，百万有酒有百万有酒，一起跳的主，跳开万人路，梦境。因为咱的主是堪得受阿乐的主，伊是堪得受尊重的主。咱无论伫顺境，无论是逆境，是得时还是无得时，咱就要稳靠咱的上帝来带领咱每一日的生命，每一日的生活。咱就开声来祈祷阿乐咱的主，主感谢你，主感谢你，是阮。主，我们和他联系，你感谢
学到你跳舞、唱歌，伫你面前举手来敬拜你，主啊，你是肯定阮上大尊重学到的主，我感谢学到你，你的主爱甲阮永远伫地。所以听阮世间人，听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感谢学到你，献上阮对你的祈祷，献上阮对你的学到，感谢你，可是要圣名的，阿门。咱下面搁为着咱教会所有的肢体来祈祷，特别伫咱的肢体拄着困难、拄着软弱的时阵，咱拢有缘，因拢有缘的当靠主来坚定、来徛在。咱每一个人拢是软弱的，什么人拢共款，牧师也共款，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共款，甚至细汉囡仔伊有共款，拢有拄着困难的时，拢有拄着心情软弱的时。咱为着所有咱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兄弟姊妹无论拄着这困难的时阵，随讲拄着这，总是有缘的当坚定徛在，因为主要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咱开声为着不管管所有肢体的祈祷，主感谢你，我将所有的肢体交托伫主的手中，主啊。困难中间，伫软弱中间，有缘徛在。我那当主帮你主，主帮你主来说。阮主帮你过我的主的时阵，我们对这中间来得到讨伐，我们对这个中间来得到快乐，得到和平。主啊，感谢你。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你所疼的囝儿，拢是你所疼的百姓。你无愿意任何一只羊来卖身，你甚至愿意为着一只羊暂时甲99只羊啃的，为着要找迄只羊倒转来做。所有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你的手中。特别伫即届疫情中间，刚才心情、肉体拢拄着软瘴，刚才信仰连心倒退。主，就是阮相信，你听每一个人，你也愿意每一个人，搁一届倒转来主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徛伫你的面前，将家己献上，来成全你所赏赐阮的生命。因为你所赏赐予阮的是每一个拢是独一特别的生命，为着要成全这圣道，要爱互阮教会起做一间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是所有每一个肢体拢爱健康。主啊，求求你圣神温高，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虽讲因拄着困难，虽讲因拄着软弱，心肉体拄着困难，总是主啊，你医治因，你怜悯因，你看顾因。因为你的主爱永远伫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上放在你。感谢阿乐，你的靠主耶稣，你的名，阿门。那个全世界。感谢主救赎我我们，我为我你的。用你温暖对你伤的
手咱手，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这耶稣的宝贝名下，罗马离阮富强教会甲所有会友亲人三日因为，伫阮四周围去做上帝的请求，一歹天使保护阮，由圣神光照阮富强教会，欢喜家己的挂念。无容阮撒旦伫阮甲兄弟姊妹身上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将伊落医治、属天的平安和伊的敬拜甲服侍。我嘛伫阮富强教会甲请兄弟姊妹身上，记得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咱得到稳定，毋是因为咱要做啥物代志，因为你偌好，因为你偌敖，这个稳定是因为上帝白白予咱的，是因为伊疼咱每一个人。感谢主，咱来唱一首。上帝的稳定是白白予咱。
阿牧师来祈祷，求圣神恩典、圣神的启示，祝福伫阿牧师的顶面，帮助兄弟姊妹伫今日感道中间，来得到圣神的恩典，来得到上帝满满祝福。咱来为声，为着今日阿牧师感道来祈祷，主感谢我对你，阮将阿牧师交好做在手中，主啊，把你的圣神恩典满满祝福伫你的心中，帮助你，主啊，开启你的眼光，开启你的心。投放你对上天来的启示甲智慧，互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礼拜中间，伫讲到着当听受满满的恩典甲祝福，感谢我你，祈祷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全能主管的上帝，感谢你，阮搁一遍有这个福分来组织伫你的圣殿。阮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最的人因无方便来到教会，全世界有真侪的国家拢限制人出入。主啊，阮是特别恩典中的恩典，求你互阮看淡这个祝福，也互阮伫遮27月组织俄罗敬拜，伫遮同心祈祷。同心领受你的话语，帮助阮看淡这个事，也领受你上大的祝福。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个，无论伫礼拜堂中间，也是伫网络顶面所有遐日子话，我拢同情的心，做伙同心敬拜，同心聚会。愿一切荣耀拢归于你，也愿众人拢领受对你来的平安甲祝福。我要互主耶稣基督，假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一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去带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一直到万年永恒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恭喜这平安。咱会当继续实体来敬拜上帝，这是咱台湾人，特别是咱遮的教会啊，这会使讲是特权甲福气啦吼。咱永远咧照政府的规定，一个楼层茫超过100个吼。咱是拄仔咧敬拜祈祷，所以大家入来吼较歹势找位啦。咱小可去看一下吼，你的前后倒边正边吼，拢莫坐人所以若较客的所在，头前空位足快的吼。找一个拢无人坐的所在，你感觉讲继续人继续轻松吼，咱真认的期待啦吼，佫无几礼拜，咱就当恢复正常安尼吼。愿主保守，无论伫实体的礼拜，甲是网络顶面所有兄弟，大家拢感受着主的同在。咱时间到，咱的聚会，嘛分享我的生命见证。国小的时阵，我考试常常无及格，我讨厌去学校。我的快乐从我开始读册以后就结束啦。迄时阵我毋知家己活的意义，有时嘛会想袂开。高中的时阵，我拄着一位基督徒的老师，这位老师甲我分享上帝的爱，嘛为我祈祷。我开始读老师送的圣经，圣经讲你爱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搁要听主比亲像家己。一天一天的读，我感受到上帝的疼，嘛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我对一个无疼爸母、欺负朋友的人，即马我已经改变真侪。我嘛常常求上帝伫我的功课互我帮助。即马我知影，上帝赏赐我的每一天拢是美好的。拄着困难的时阵，会使祈祷。互我感觉有一位爸爸咧陪我。即马上帝带我来顶引流中一间教会学校，伫学校有团契。虽然我真少分享，但是我稳定去团契。我知影遐有关心我的辅导，甲关心我的牧师，学校有像厝的感觉。上帝嘛保守我的学校生活，对细汉考试无及格，到即马。有咧进步，有机会申请奖学金，
就是无想要去学校，到早早去学校当纠察队来因公主的名。毋过我要问，感谢上帝因伫我真大正拢个时阵拯救我。拢毋捌我即听到摆有好好啊读册，来回应上帝的圣经安尼记载，感伊的谢各位兄声音传播弟姊妹的全朋友地。对学校的关心，互阮会使放心伫遮学习，超过生命的困境，嘛对未来有相信甲毋望。咱做伙来祈祷。最后，我要用一段影片来分享中医流中的故事，创造宇邀请宙万物的主宰，阮伫天里的爸，阮同心感谢各位学到你的恩兄弟姊妹典平安甲教导。我是你也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互阮世间人，互见若相信你的人得到永生的生命。求圣神亲自来到伫阮中间，互阮会当借着诗歌、敬拜、祈祷、信息，来享受主同在的快乐。求你高抹你的使者，互牧师带着圣灵的能力来正道，丰丰富富存在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真做遵行主话语的人。即时，阮也为着教会献上阮的祈祷。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互阮的聚会有一时间来暂停，会当互阮通过灵修、祈祷、读经，专注伫上帝的心上。相信你一定要带领阮行伫稳定的道路上。亲爱的天父，阮即时也为着从事医疗人员、甲医疗工作的每一个人献上阮的祈祷，因为每一工接触到受感染的危险，求你来保护因，赏赐因有安全甲健康的身体，会当帮助搁较侪人。阮也将所有的感恩祈求拢摆在主你的面前，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再来看两位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8节。第二位圣经是《彼得前书》第1章第7节。伫迄日，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使徒以外所信的信徒拢分散去犹太甲撒玛利亚的各所在。毋过有一寡虔诚的人，甲司提反埋葬，为着伊大悲伤。迄时，扫罗下手残害教会，一户一户入去，无论男女，拢拖出来，甲因送去关落家。遐个分散的信徒去逐所在传道，飞咧去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对遐个人宣扬基督。群众听到腓力所讲的话，佮看到伊所行的神迹，就专心听伊所讲的话。有真侪人互邪神附身，遐个邪神大声喊，对因所附身的人出去。有真侪半身不遂、甲骹歹的嘛得到医好。迄个城的拢大欢喜。彼得前书1章第7节。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确实受考验，比互火炼过也会败坏的金搁较宝贵，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咱圣经读到这，接续咱来请圣歌队影音的献诗煞，咱请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逆境中的宣告。
感谢主通过影音，咱有缘让对圣歌队因所吟的诗歌来得到激励甲学习。感谢主，互咱有缘会当继续伫实体的礼拜，以及伫网络中间通过影音，有缘各位兄姐伫网络顶面甲咱同心聚会。实体甲网络拢是一个形式。重点是咱兄弟姊妹，咱甲主的关系的亲密，这是咱每一个人的追求甲渴望。那么做伙来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分，通组织伫遮，也互阮伫这个大环境的变化的顶面，你的话诚侪阮的快乐甲尊情，愿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你的圣神亲自启示阮。因为阮知，若毋是你的快乐，阮人的意志以及阮人的决定，拢袂当持久。只有圣神的帮助甲带领。愿你的话亲自激励阮在座以及网络顶面所有的兄弟姊妹。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用这个题目甲咱三甲来学习，就是伫逆境中的宣告。宣告有逆境甲顺境。但是，这个逆境的宣告佫较有意义吼。拄则咱有读过两段的经文，头一段是伊的这个背景吼的经节，就是有关着初代教会当这个耶稣上天门徒开始传福音，也已经选出这个教会执事。表示讲有一段日子教会慢慢的具体形成但是咱讲这款的热情，这款的传开发，无通遐尔
就真紧啊，就互咱心满意足，因为迫害开始来啊，迫害开始来啊！啊，这段话就是咧讲起着受迫害的情景吼。啊，咱若是对《使徒行传》第1章读到遮，咱就知影迄个时阵上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接受的一个叫做司提反，司提反来殉道吼。啊，这个8章1节开始，就咧讲到殉道了，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情景。伊讲迄个时阵拄着真大的迫害。门徒就四过分散，吼！啊，咱用这个经文正做咱一个引题，要甲咱三甲来想，吼，甲咱三甲来想，就是讲，伫迄个还未归信的扫罗，伊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一个勇士，就对啦。若要徛伫犹太人的角度，徛伫罗马政府的角度，这个还未信主的保罗，以前叫做扫罗，吼，哦，实在是安尼先锋就对啦。先锋就对啊！面对着当时受迫害教会，到底迄个情景是安怎？这是咱要对这经节来学习到的吼。那司提反殉道了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真残酷的迫害，因为伫五旬节彼得伫耶路撒冷宣讲对无？哇，足侪人信主啊！原来。罗马政府也是这个犹太的当局，就是当时的教会的领导者想讲，啊，这耶稣吼，啊，咱互咱处理掉啊啦吼，啊，大概这个教会吼，啊，要搁生存真困难啊，啊，无想讲，彼得这个人搁倒转来啊，啊，搁勇敢宣告，啊，所以圣经咱伫使徒行传头前迄几章，就是讲起着，互咱感觉足兴奋的迄个啊，使徒行传初代教会迄种。复兴的状况就对啦，吼！啊，咱知影讲，这个教会若复兴，遐反对者就愈紧张。迄就亲像迄个极权的政府吼，你也看到足侪民主人士吼，啊，就烦恼啊，是讲这阵人毋知要创啥货就对啦。啊，无怪用司提反做中心，保罗当时扫罗阁是中间的带头的来残害教会。啊，所以因为残害要掠人啊嘛，互咱拢知掠人都爱躲闪，所以讲所有信徒拢分散去倒去犹太甲撒玛利亚啊。这个耶路撒冷吼，伫以色列的境界内底吼，是较我中南部啦吼。啊，所以逃走的拢往北去啊，对北边逃走，迄个撒玛利亚拢对北边去啊。啊，咱逃走有足侪种原因，吼。古早时代有的是饥荒，有的是战乱。啊，他这阵人呢，啊无缘无故，煞互人掠要关啦。这阵人无缘无故，啊煞受迫害。因是雕工的是无？因是无辜的是无？可能甲这个拄着饥荒战乱较无相像。这阵人因为因选择要信耶稣。因愿意接受主耶稣，意思讲，你若敬啊，你就爱接受这款的操练；你若敬着耶稣，你就爱备办心，互人迫害掠去关。所以，这阵人是多难是多难，但是伊心底是充满着一种信心的，充满着一种热情的，因为伊知影因咧做的是甚物。若假使要暂时保存平安，啊，就讲我无信，安尼就好啊。我无信，啊，就无代志啊，就带恁兜好势好势啊！啊，所以这是记载这个司提反殉道的这个图片吼，有关着啊，司提反互人钉石头啊，来甲伊钉死安尼。圣经记载讲，这个司提反殉道了，代志还未煞呢，毋是讲掠一个人来抬价价高哦好，安尼无代志啊，毋是啦。圣经记载讲，扫罗佮继续进行摧残教会工作，吼！这扫罗当时啊，你看偌热情，迄受责的人就忝啊咧，吼！啊，逐项拢要舞就对啦，吼！啊，拄啊当时当少年，啊，佫感觉有成绩哩，啊，所以就继续残害教会。伊安怎咧讲？一家挨家挨户去收捕这男女的信徒，甲因关入监牢啦。
啊，毋过这代志真有意思吼。若是用人的角度来看，讲啊，这群人实在是真可怜。因单纯要选择因的信仰若定，啊，煞都爱逃难，煞都爱受苦。也毋过你看下面即句话啦，伊讲这会分散的信徒到各地传福音。咱读圣经，若会当加一寡思考，迄个经文的内面，咱搁找到一个内面的迄个字里行间所互咱的一个印象。啊，你会互你读圣经感觉继续有趣味吼，毋是讲文字读了啊就无代志啊。你甲想，即群人咧受迫害呢，即群人是咧逃走呢。啊，咱若要讲是讲朝不保夕，夕不暇暖，啊，有一顿无两顿诶。兄弟姊妹，若假使你逐项代志拢足赶讲诶，啊要闪避诶，你感觉阁有心通去做甚物代志无？若会当保平安就好啊。毋过即群人无共款，即群已经受圣神同在的基督徒，因讲分散的信徒，还阁是到各地传福音。若假使无代志，大家拢求伫耶路撒冷啊，大家安尼平安快快乐乐，啊福音电都无遐紧传就对啦。啊，煞变到即群受害的人、艰苦的人、危险的人、逃难的人。在传福音，啊，所以这个保罗吼，伊的身份实在足趣味啦。伊大声是迫害教会的急先锋，啊，所以耶稣就掠这个人来做伊的门徒，啊，是真趣味。这圣经吼，啊，看去上帝，啊，我真有意思就对了。上帝吼，真够甲人变一寡安尼技巧，啊，互这个原来害基督徒上厉害的人，变做上勇的门徒安尼。啊，这是迫害基督徒的这路片吼。啊，这后来信主的保罗信主，啊，这是啊，这个记载保罗伫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互光照安尼吼。啊，那咱对这个经文有一个思考啦。初代教会第一摆拄着大迫害，头前是有，但是少啊。即嘛是扫罗带头啊，所以加上罗马政府，加上当时犹太的教会开始咧迫害。讲基督徒虽然是咧逃难，也毋过却是分散各地，拍拼咧传福音。咱咪咱思考一句话，讲原来保罗还未信主以前，就咧帮忙传福音吗？哦，感觉这意思真互咱感觉讲有真特殊的想法啦。保罗原来是要害基督徒，对毋对？啊，毋过是保罗说，伊伫咧危害中间，上帝照着安尼来传福音。迄个时阵旧约常常有记载讲，上帝兴起着外邦的王啦，啊来教示这犹太人。上帝用歹人来做工课，你毋知？上帝兴起歹人来做好事，啊，这是上帝才有这个开力，咱人哪有法度？啊，所以上帝互保罗加强迄个力道，去咧迫害基督徒。啊，毋过基督徒吼，煞愈迫害愈勇。咱知影讲教会的顺道者就是福音的经济，这拢是咱对早前到现今，这若毋是圣神咧做工，人要怎做一款违反人性的代志呢？啊，其中我记载一段传福音的代表就是门徒。啊，咱中文圣经叫腓利啦吼，你若读腓利嘛是听有啦，毋过咱台语是照中文的音腓利，啊甲改做腓力啦，吼腓利啊利就力嘛吼，啊无照讲是啊伊中文是腓利啦吼，啊咱台语是叫做腓力，啊咱知影讲这是两个同一个人就对。伊即个门徒吼，毋是12使徒内底一个，但是伊是真正耶稣所看重的一个门徒，因为伊逃难到撒玛利亚，用伊做代表，伊正人传福音啦，宣讲基督的事嘛，行神迹，医治病人。圣经伫即个8章的尾仔讲，撒玛利亚城的内面充满着欢喜啊！伫迄个一个受苦的人去传福音互对方，说对方咧快乐。你甲想，这毋是上帝的工，是啥物人有法度？我是一个烦恼、忧闷、迫害、逃走的人，啊，讲福音互你，你煞欢喜
啊，这若毋是上帝讲，无人会当做到这。啊嘛，表示讲，这个在逃难的基督徒，因的心是何等的安定，因知影讲吼，即款外在迫害对我无影响，因为我知影我咧做甚物吼。啊，这是腓力伫撒玛利亚传福音的一个图片。啊，这是腓力迄逃走的路线，还是讲伊上帝通过安尼带伊到旷野吼，啊去传福音互一个伫即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吼，啊这是迄个图片所咧介绍的就对，啊即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是乌人哦吼，所以你知影讲吼，今仔日的伊索比亚，迄是足古早的基督教国家呢，但是迄个现在伊索比亚，拢乌人对无吼？啊，现在迄个唐德赛就是伊索比亚的人啦。这个国家吼，因为基督教的形态，甲后来福音传去到罗马、传去到欧洲，拢无啥相像。这是一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啊，有人咧讲，就是这个伊索比亚这个太监得到福音，甲福音带转去伫伊索比亚这个所在。啊，这拢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就对啦吼。啊，咱就是要对这经文来学习。伫今仔日，主要对咱讲什么话？伫逆境中，犹原的咱传福音，这款的气力是对倒位来？兄弟姊妹，是什么款的动力，互基督徒伫逆境的中间、甲苦难的中间，犹原拍拼伫传福音啦？我对读这经节，互我的一个学习。有这三项，第一项上基本的就是，这基督徒有互圣神充满。一个代表就是司提反，司提反伊勇敢见证耶稣，遐证人吼要甲掠去刣啊，要甲伊钉石头啊。毋过圣经伫这段话，《使徒行传》7章55节，若要讲是咱拄则的经文主题经文的头前。的故事就对啦，7章尾啊，搁来接8章的头嘛吼。伊讲司提反吼圣神充满，讲夜目天，看见上帝的荣耀，搁看见耶稣徛伫上帝正边。你啊看，一个要互人害的人哦，伊吼甲成无代志啦。伊讲夜目天，圣神甲伊同在，伊感觉讲已经超脱掉即个人的势力甲。危险、甲残害、迫害，甚至死亡伫头前，伊所看的是这个景象。这个现代台语是安尼写，伊讲毋过司提反互圣神充满，抬头看天，看见上帝的荣光，嘛看到耶稣徛伫上帝正边。伊讲：你看，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正边。兄弟姊妹，你若莫注意，即个人咧伫什物情景吼？你毋知影即个司提反迄阵是要互钉死的时阵，在讲这个话咧。所以表示圣神的开力，对上帝的信心超越掉迄个死亡的惊吓，迄使互咱感觉讲非常非常大的即个震撼。上帝的能力降临伫即个司提反的身上，所以司提反。这图片咧讲起着伊受圣神充满的勇敢顺道吼，拢是这历代的卫道家因家迄个司提反受苦的情形来做即款的即个描述安尼。所以圣神的同在，互即段受害、迫害、逃走无会通住家己的厝，即款的基督徒因犹原持续传福音。这是用司提反做见证，因为伊伫正人的面前，伫遐要害伊的人的面前，犹原勇敢地见证耶稣，见证信仰。第二就是因为见证即阵人见证主耶稣基督国外的大权能。伫因来看，耶稣毋是受处死的罪犯啦，是战胜死亡的基督。所以因所信的是一个。活活的气力伫因的身上，因知影伊毋是咧敬拜一个伟人，伊毋是咧追随一位安尼民族英雄啦定，伊是咧看见这位救主所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对耶稣的国，互因知影讲，世间
任何的关系已经无法当合制伊啊，因为连死都无法哩啊，还佫有甚物亏力会当合制伊？啊，这是基督徒上大的亏力的来源。第三，迄个时代，因为大家都走，基督徒的处境，甲咧现在即个安定的社会是无啥相像的。因为伊圣经内底咧记载讲，即阵初代基督徒，因相信上天的主耶稣真紧袂要搁再临，伊要搁再降临即个世界。这是即个时代基督徒的一种心态。所以你知影讲，当时初代的教会，因讲大家凡物公用。大家做伙徛做伙，大家做伙分享，啊，我有诶就摕出来。迄个社会是当时一种毋是真平静诶时代，而且是因知影耶稣真紧要过来，所以因知影讲无搁再顾念世间诶事啦，伊就咧听候主耶稣诶再临。既然耶稣要再临，我上大诶任务毋是去建立我诶家伙。我毋是要追求我的名声甲地位，我毋是要追求我的享受，我是赶紧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主耶稣。这是当时这个基督徒的心境。这个心境甲社会处境会促使基督徒选择一个上要紧、上重要的行动。这段话咱通看见耶稣上天的迄个故事，伫1章的所在。这个天使对当时的门徒所讲的话，这是耶稣上天的图片。圣经安尼记载讲，耶稣讲这个话了后，因在看的时受接上天，有一片云甲伊来接去。因就看袂到就对了吼。然后讲因要咧注目看天的时阵，忽然有2个穿白衫的人徛伫因身边，甲这个人讲加利利人啊！恁哪会徛伫遮咧看天啊？即位离开恁受接上天的耶稣，恁看见伊安尼上天，伊嘛会安尼过来。所以这四过多闪的基督徒，可能甲你我今仔日逐个人身躯是差不多啦，面貌是差不多啦，但是伊敢若差着讲，因亲自见证着即个奇妙的事。这位耶稣是对死过活，这个耶稣是上天到天顶掌权，而且天使明明甲因讲伊要搁再来。你安怎看伊上天，伊明甲这个再来。所以这种种的经历，这初代的信徒都无搁再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是受圣神所膏抹一个福音的勇士。因为生甲死都无在伊的眼内啊，搁有甚物亏力通阻挡伊？受迫害，因心甘情愿，因伊知影讲，这信仰是我选择的。你嘛会使竞选讲好认耶稣，我会当继续做我的官，我会当继续做我的生意，继续伫耶路撒冷享受我的财富甲生活。所以，伊的奇妙拄好伫即个所在。基督徒对传福音的负担是甚物？就亲像咱伫咱的即个幸福小组内面有一句标语咧讲的，讲无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袂见的价值。用圣经的话就是亲像有人咱伫耶稣的譬喻内面讲，有人知影讲即区田园内面有宝贝，所以伊就变卖所有的，要甲即个田园买起来，即个田园来慢慢来挖掘伊的宝贝宝藏就对啦。基督徒是知影讲看到世间大家咧追求的有影，眼前是感觉讲非常的重要，金银财宝、名声地位，我的享受，我的人生的一切，拢是人所需要的。但这基督徒伊超越这，因为伊的眼界，互耶稣甲提升起来，互耶稣的死过活，耶稣的上天的应允，看见讲。有影啦，世间事毋是无重要，钱毋是无重要，但是我知影搁较重要是这，所以伊甘愿付出一切，甘愿要追求迄个看袂到的价值。看袂到的价值，若毋是你的信念，看袂到是要安怎做啊？是你知影讲我做的是对啦，我做的是应该的。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的价值观甲世间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伫倒位呢？就是迄个
属天要领受属天的祝福甲保守，较大力金石短暂的形成甲成就。若要讲搁较完全是讲，世间的短暂的形成甲成就，大人拢需要，你我拢是属肉体的，但是我有缘伫即个基础的顶面，我要得到搁较好属天的价值。意思毋是两分化啦。是基督徒要领受到在世的丰盛，而且也要领受到天顶的祝福。那安尼你的确都要有取舍啊！你若讲甲时间、精神拢注重伫金钱财宝，迄就亲像耶稣讲即个好野人，敢若一生敢若要积聚财宝，若死一切拢空空啦，敢毋是？所以基督徒迄个平衡是足重要。伫即个世间，你应该有的生活的领受，甲信仰的代价，拢平平注重，有上帝互你迄个应允。最后，牧师要甲咱分享的是讲，若是安尼，对伫当时基督徒所拄着的迫害，伫今仔日咱要安怎甲看？因为咱无迄个迫害的状况啊，对无？毋过今仔日好像咱嘛拄着一款的逆境呢。这逆境毋是受迫害，这逆境是受大自然的病毒的迫害。这迫害对咱来讲嘛有一个新的启发。咱知影这个今仔日逆境，互咱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啦吼。这福音的使命是讲，咱看见这个新冠疫情来危害全世界，人因为防疫的关系就被迫隔开社交距离，这是咱最近上夯的这个话句就对啦。看起来是讲都袂当去相找，要去找人，要找朋友，找同学，找我的同事这传福音就受困境啊，敢毋是？这嘛是一种的迫害呢。当然，咱知影台湾相对的，是咱惊大声啦，意思是惊大声嘛，不一定。平常时是毋好，毋过即届疫情来，咱惊大声先甲防止起来。所以其实大部分人是看新闻在惊，也是讲听到消息在惊，无实在是咱的社会是足平安啦。毋过迄个心灵的压力毋是讲无，咱的政府就是17当前拄着即款的情形，所以今仔日咱紧张先甲防制起来。但是这嘛影响到咱正常的聚会啊。在初代教会基督徒的困境的中间，因打拼的努力，到底互咱什么款的使命啦？咱用古来看今，早前的基督徒是无方便的中间，因安怎做？今仔日咱伫现代的社会，伫咱台湾虽然是较轻微啦，但你看全世界逐个所在所拄着困境，咱就爱敲做出基督徒因所做的，互咱得到什么款的学习？咱所面对的是大概是这啦。咱伫疫情的惊吓的中间，人的心有郁卒，有脆弱，有焦虑，有苦闷。上明显的咱来讲都住在厝里我若生活的惯势勉强啦。问题是讲，咱的经济、咱的工作，拢受到困难。这个代志有的是实质的，咱看到新闻，大饭店在关，事业在关，无薪假在开始，有的讲要减薪50%偌济，航空公司有飞机无通好飞，咱的这个桃园机场比咱一个车头的人搁较少，这拢是咱从来毋捌拄到的。影响人的心，可能比实质的也真大。所以咱无论是实际上的困难，咱的会友有人因为这个工作的问题，煞受影响。所以颠倒是遮，咱阁愈需要福音大权能的帮助。所以呢，即位咱大家做伙来思考，安怎伫这个咱相对的平安的中间。咱要学习初代教会，才信徒安怎伫迄危机的中间来传福音。第一，染疫的风险挑战咱的信心、爱心甲勇气。
平常时你是讲这个无代志，当问题来啊，你会拄到这款的挑战无？咱拄则读的第2段经文，彼得前书1章第7节，安尼甲咱讲这是要证明你的信心堪得考验，比互火炼过也未败坏的金搁较宝贵，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这句话安尼真坦白、真清楚，甲咱点出着什么？信心平常时你喊大声，拢大家拢讲哦，感谢主、阿罗主。但是问题是，拄着困难的时阵，你会堪要考验无？伊讲是比金搁较宝贵呢。金吼，咱知影，咱伫炼金的人，咱教会有人伫做金啊的这个首饰。你若搁较小的火嘛，是互金啊软去对无？会变做氧气咧。伊讲咱的信心会堪得比金搁较宝贵无？讲当咱经过这个考验的时阵，通互耶稣基督显现的时，你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初代基督徒减毋是因为知影讲耶稣要搁再来，所以因知影这个信心若经过考验，会通得互耶稣来甲因学乐荣光。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关键的时刻是咱基督徒查验你的信仰、查验你的品格、查验你的人性的时刻啦。兄弟姊妹，咱毋是讲啊，伫这个安尼足厌烦啊，袂当死过去，感觉心烦。咱是颠倒伫这时阵，爱好好来省察咱的信仰呢。你的信仰的体验是安怎？你甲耶稣的关系是毋是因为这个疫情啊愈疏离？咱要安怎安排伫这个困难的中间，咱灵修的生活无受影响？你的社交的生活安怎继续维持？袂当见面聊天食咖啡，啊无咱是毋是会当？用电话、用网络，大家互相关心呢。咱的会友、咱的组员，你要安怎伫这个时刻，知影伊的欠缺甲需要呢？而且，咱袂当死过去，咱的健康要安怎维护？这拢是伫这个困难的时刻，互咱的一个学习呢。所以有人安尼咧讲，伊讲危机无一定会塑造培育人的品格。伊说危机无一定会互人安怎啦？但是一定会分辨出来，危险一来，就亲像耶稣讲的讲，迄个绵羊啊甲山羊啊就分开去，迄个皮啊甲麦啊就分会开啊。因为吼，迄考验一个来，你的品格、你的信仰，你有真正定睛伫基督无？这随差就随在，咱是毋是这个机会来省察咱的信仰是倒一种？有人用这款的。中国的成语在讲这个话，伊讲“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诚”。有人讲“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有人讲“路遥知马力，危机变忠贞”。这拢是伫一款危机的中间的话，但是咱嘛会通伫信仰顶面，对伫现在的条件中间来得到学习啦吼。第二是。教会群体自会受限制，咱会友受不得已分散去啊，分散伫各地。有真侪人讲啊，这危机来啊，教会会友自会剩无一半。会友伫厝里到底信仰有徛在无，咱嘛毋知吼。啊，所以有时这段时间，这牧者咧见面的时候，拢会想讲，哇，啊那疫情恢复消失去啊，毋知会友怎讲啊，惯势怎毋免来无？吼，啊，会友怎袂记咧要来教会啊？哦，大家会烦恼呢。但是有人可能有一种较积极正面的看法，就讲这就是咱讲信仰的试验的时刻。你是有分散去伫别位，但是你是真做另外一个微型的教会啦，微型教会。吼，咱这几啊百人聚会是较大的教会，但是你的家庭就是一个微型的教会呢。爱的关键伫倒？关键是在伫基督徒的信仰品质。信仰的品质好，你教会分散，就像当时的基督徒，到各地撒玛利亚各所在拢继续咧传福音。啊，若信仰歹，啊怎消失去？咱像是伫沙漠的顶面，水倒落，啊怎无看消失去啊？啊，咱福音教会的会友，到底是微型的教会呢，还是红稀释去啊？啊怎拢无去呢？之前几日看到一个卡通，就讲一个漫画，真趣味啦。这漫画是咧讲到什么呢？
倒边这是魔鬼，正边是上帝。魔鬼就咧口说上帝讲，哈哈哈！你看这个新冠肺炎吼，我甲你的教会关起啊啦，安尼啦，这穿红的这个安尼讲，但是上帝笑笑甲因讲，无呢，相对顶吼，我是伫逐个家庭拢开教会咧，安尼。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讲，看你的信心伫倒落。那对咱福阳教会，咱是一个会有温度信心的教会，受起造的教会。咱现在一间福阳教会，变成几啊百间、几啊十间的微型教会，伫你的家，伫你工作的所在。这才是咱受挑战的所在。最后，咱来追求伫迄个社会变化的情境中间，有智慧传福音的模式。这挑战咱基督徒追求新的传福音的时机、途径甲模式。咱真正讲，我都爱去恁兜陪你坐，陪你讲话。今仔日毋是可能透过网络、透过电话、透过各种的模式的关心。所以，而且牧师要邀请咱大家，就这个时机，你呢有一寡杂事爱被停止嘛，所以你应该增加一寡时间来做这个代志。咱就这个机会来来联络关心这个 best。咱下半年5万讲会当顺序来开动咱第4期的这个幸福小组。你看见你的朋友、亲人，甚至你的客户中间，是不是有人工作受影响？是不是人伊的心足惊吓、烦恼、忧闷？啊，是讲伊的家庭有人因为出国啥有咧烦恼？你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来甲伊关心？甚至咱兄弟姊妹中间有人工作受影响、收入受影响？袂当正常去食头路，咱诚做一个咱关心的出口。咱来关心咱的长辈，心肝有忧虑的朋友，甲咱的同事，这拢是咱伫即个看见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的信心的典范。咱通互咱一个启发，咱毋是有哪亲像无信心的人多闪行了，是颠倒你去的所在。就是福音接触的所在，你关心的人就是你传福音予伊的对象。感谢主，愿主将这款的福气赏赐咱大家。下面咱要唱一首回应诗，这首回应诗，互咱做一个思考吼。这首回应诗是我是为基督，咱要来吟第1节甲第3节就好。吟诗了，咱要做伙来祈祷。1节，我是为基督，是伫你的有福，我的心望主的。的公道，头一项是咱对拄则咱所读的经节，有互你甚物款的启发？你开始想，你会当伫即个疫情危机的中间，你会当为主做甚物？你会当为着遐个受苦艰难，甚至伫世界最侪个国家因的困境来祈祷？你当借即个机会想起着亲人朋友、同事同学，也是你厝边隔壁有拄着即个艰难疫情影响的人，提名替因祈祷，求主伫即个时机，福音的开力赏赐互因。你欢喜诚做主的车婿，亲像早前受害迫害的基督徒多闪走线，总是有缘持续的传福音。那为咱教会兄弟姊妹，有诶因为疫情的关系，袂当正常聚会，求主保守因的心灵拢得到平安。咱为着这个伫第一线在做医护人员接触，做青疏人的服务业的兄弟，
求主保守因的脚步，也特别有的工作受影响，无薪假也好，头路暂时失去也好，求主保守因勇敢度过这难关。咱做开声为了这事同心来祈祷。平安上帝，感谢你恩典甲保守，听堂甲神在里面，求你大听堂赐阮祝福伫阮顶面。感谢主恩待阮，祝福阮。感谢主保守阮，互阮看见上帝你的平安，拢伫阮中间来做工，兴起上帝你的国，帮助阮兄弟姊妹，大家能经历上帝你的同在，互阮欢喜为主，诚侪精兵来传福音，勇敢将信息传到伫阮所去的所在。愿你的平安甲快乐拢享受伫阮。感谢罗你，感谢罗你。兄弟姊妹，第二部分咱为着教会，为着兄弟来祈祷。第一，咱感谢主，互咱有缘有这个礼拜日实体的礼拜，总是咱周间的聚会，目前要暂停中间，求主来保守咱的会友兄弟姊妹，透过小组团契，以及咱兄弟姊妹彼此的关怀，咱虽然袂当见面，有缘伫主的内面亲密。上帝祝福伫咱所有兄弟姊妹，特别是这些长辈、这些学生、这些医护人员的中间。第二，咱求主怜悯保守，教会中有病痛的兄弟，有身体欠安的兄弟，有软弱住伫病院在受照顾的兄弟。这段时间咱袂当正常去探访，总是求主亲自扶持怜悯。咱中间有心灵软弱、身躯有病痛，也奉主的名。主要医治你，咱做伙为着教会兄弟姊妹，咱的教会聚会让紧紧恢复正常。咱兄弟姊妹互相的相听甲关心，咱的信仰通得到徛在，当心为着这事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你的怜悯甲平安拢享受到阮伫底。感谢你享受阮对你领受着祝福、恩典甲固守，领受上帝你的大能甲保护。感谢你恩待阮、祝福阮，感谢你保守阮正兄弟姊妹、年老兄弟姊妹，也是住伫病院照顾兄弟姊妹，以及伫第一线医护人员兄弟姊妹其中亲自来顾守甲保守，因带团来因，感谢你。神的主，感谢你，感谢你，凡通过圣经得到大的提醒，也较勉励，初代教会的信徒因为领受着圣神的同在，因伫危险。无平安的中间，有缘继续勇敢传福音。伫今日这个疫情影响的下面，阮求你有缘赏赐阮智慧，会通看见，互阮有迄个任务，通关心阮周围遐个软弱、艰苦、受挫折、经济、健康，也是工作受影响的兄弟姊妹。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大家拢领受你对天顶来祝福，让平安度过这难关。就亲像互火来试炼有缘哪坚固，互阮兄弟姊妹互相的相听，甲平安拢对主领受着。感谢你，甲阮伫地，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伫咱奉献的进程吼，今仔日是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咱伫几礼拜前，咱有中英中学来报告，今仔日呢，咱是特别有中英女中吼，伫咱台南中会吼，有即款即个教会校伫咱中间，咱的女中有咱教本会葛义华老师伫遐徛起来，阮看一下，咱欢迎百婆阿姨吼。因为即马吼，都疫情的关系，因都无派人来报告，但是有一个短短的影片吼，咱放了后，咱请师傅再来主持咱的奉献吼，咱来看一段影片，要甲咱做请安，多谢。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是中英女中餐饮管理科2年的学生，我的名叫张玉明。感谢上帝的恩德，会使代表中英女中来甲大家请安。嘛分享我的生命见证。国小的时阵，我考试常常无及格，我讨厌去学校，我的快乐从我开始读册以后就结束啊。迄时阵我毋知家己活的意义，有时嘛会想袂开。高中的时阵，我拄到一位基督徒的老师，迄位老师甲我分享上帝的爱，嘛为我祈祷。我开始读老师送的圣经，圣经讲你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搁要听主比亲像家己。
一天的读。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是中营六中餐饮管理科第2年学生，我的名叫无疼爸母，欺负朋友的人。即马我已经改变真侪，我嘛常常求上帝伫我的功课，互我帮赞。即马我知影上帝赏赐我的每一天拢是美好的。拄着困难的时阵，会使祈祷，互我感觉有一位爸爸咧陪我。即马上帝带我来中营六中一间教会学校，伫学校有团契。虽然我真少分享，但是我稳定去团契。我知影遐有关心我的辅导，甲关心我的牧师，有伫学校有像厝的感觉。上帝嘛保守我的学校生活，对细汉考试无及格，到即马有咧进步，有机会申请奖学金。就是无想要去学校，到早去学校当纠察队来因光主的名。感谢上帝伫我绝望的时阵拯救我。我即马有好好读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感谢各位兄弟姊妹的朋友对学校的关心，互阮会使放心伫遮学习，超过生命的困境，嘛对未来有相信甲毋忘。最后，我要用一段影片来分享中营六中的故事，邀请大家做伙来看。请大家时常为咱的学校中营六中祈祷，多谢大家。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当诚实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是永不更改，直到万代。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
兄弟姊妹平安，我是顶苗中餐饮管理科。咱继续定定为中路来祈祷，咱即时来奉献。请咱起立来个吟奉的诗歌。谢谢。伫未报告的大先，请咱来掀开周报的后面，咱来读即个月的金句。周报的后面，咱来读即个月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两解。你要将活命的路。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2面。后礼拜诗会，咱请李延强长老咱看顶周的报告，才有迄个出席的报告甲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来看。咱看第3面有集体交通，本会消息才有8大点。咱来看第1点，咱今日是中英女中的学校纪念主日，咱欢迎，咱也真欢迎。葛玉华老师来报告分享，咱继续为了教会的学校来祈祷。咱搁看第8点，第4页的第8点，咱的影音的团队来征求同工，需要导播的软体甲摄影机的操作的同工，请咱的指课团长来报名。其他的7大点，请咱家己来看。集体的交通，请咱家己来看。有商业注意请咱家己来看。关怀大道有5大点，请咱常常为了这个事来祈祷。咱看第6页下面有奉献的精神，请咱家己来看。若有出入的，请咱的办公室来更正。咱伫遮有看到真侪人通过伫汇款的方式来奉献，请你会当主动交咱的办公室来联络，来讲你的名，假使咱若无甲办公室联络的，阮也伫收到汇款了后，阮会伫周报的内面，阮会定后壁4个数字的迄个汇款的数字，4个汇款的数字来做真实的动作。请会友若通过网络嘛，通过银行来汇款的，请咱来甲办公室联络，多谢。以上报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
请东港迄个投影片有两个小的消息要甲咱补充啦吼。头一个是讲咱因为祈祷会已经暂停1个多月吼，为着要互各小组兄弟姊妹感觉有一个共同祈祷的时间，所以咱对即个拜5 4月24暗时吼，咱就开办一个叫做线上的祈祷会啦，网络线上。为着要互大家方便来配合，所以咱要先家录影起来，伫拜5阴暗进前甲藏起来。意思是讲，咱各小组若是拜5暗要有聚会，邀请各小组长先邀请组员拢伫线上，甲即个祈祷会的影片做伙对伊差不多20分的时间的祈祷，时间的祈祷了后，咱则继续其他小组的活动甲聚会。有的兄弟姊妹，你毋是伫迄个时间聚会，你会当别个时间，因迄拢录好啊，你会当拍开。当然你若迄个时间要拍开来做伙祈祷嘛是介好，但是意思讲毋是现场来转播，所以你会使对拜5暗开始，到后礼拜拜5进前。咱各段的时间，你拢会当照你的时间方便，用咱的即个叫做富强教会的即个即个影音富强光源国度是用咱富强影音的方式来拍开，像咱今仔日咱有拍开这相关的资讯，咱当做伙来祈祷咱欢迎大家有份参与。第二项是咱有一个特别的邀请，就是讲即礼拜拜3暗4月22暗时咱伫8点伫3楼要召开咱的即个区长甲小组长欢迎咱的长老来参加。就讲咱来讨论讲，那疫情慢慢安尼佫过情形，还是佫会佫拖去袂，还是袂大家来参考一遍怎来关怀分享一段咱最近关怀的情况互咱一寡经验甲建议，会当做伙来讨论欢迎咱小组长甲区长长老伫拜3暗时8点来3楼的所在，大家做一个座谈会进前开始的是做一个吟诗的祈祷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上言，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87首，吟诗完，咱请牧师来祝祷。应该归向北上帝。阳光显表现其他为灵媒，在你的在你的，永爱要永欢你的，不永不尽。阿门，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相通，甲咱伫在场的兄弟姊妹，以及通过网络三甲敬拜主的兄弟姊妹，大家领受到三位一体上帝的固守、看顾扶持怜悯，以及领受到祝福甲平安，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咱请坐，咱默祷来避讳。请咱互相请安。